即摆我要向西，通过德文甲康瓦尔，才看开那厝团选，也是囡仔国的场景，体验萨默塞特神圣的所在，甲背包向一位音乐英雄击背致敬。我介意的歌之一，足好诶！我年精彩一撮旅程，一世人行遍世界各地，我发现，互我上惊吓，甲目睭点大蕊的国家，都是我认为理所当然的祖国。所以，无论我行偌远，无论看到什么奇景，有一件代志我谨记在心：世界上无比处更较好的所在啊！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8公视第几台下暗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马华风台当咧接近台湾，咱的东部沿海已经开始咧起大影，伫宜兰和花莲的海边啊，拢传出有民众互海鹰架起。桃园有农产品的公司对泰国进口鸡卵冻生菇，业者说甲两壳卡掉，佮甲两只提起卖，互卫生局甲罚15万。垦丁国家公园有一个查甫人，若像食酒了后，佮骑奥多摆去弄到梅花鹿，结果这个人含鹿甲弄撞死亡。新闻头起先，咱来看风台马华当咧接近咱台湾，东部的沿海已经咧起大影，民众就唔通搁再去海边啊，因为今仔日伫咧宜兰的情人湾，就2个民众去互海鹰架起，查甫的有家己爬上花，若查某的是到单也搁找无。另外伫咧花莲，嘛有2个囡仔渡水，一个有救到，另外一个互人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啊，等咧急救。空袭机持续憔悴，因为马华风台瓦近风影真强。宜兰出名的景点情人湾再去发生一对查某互长影降落海的意外。查某囡仔家己收上花化救，查某囡仔下落不明。海巡甲消防人员缉捕了后，配合渔船当地专力搜救。他说他有先上来，他只是来不及救，因为那时候海已经要过来，然后他又被拉走。有2名民众在沙滩踏浪的时候不慎遭海浪卷袭落海。那议员已经自行上岸，那尚有议员失联，我们在持续的搜索中。那我们另外有请渔业电台广播通知作业渔船协助搜索失联的民众。若伫花莲新城嘉湾中头嘛传出有2个囡仔互海鹰卷去的意外，其中4种学生囡仔伫海里拍拼游，经过消防人员甲海巡人员赶到位，甲人救起来，好在才无性命危险。不过另外一个囡仔找到的时阵已经无性命，急上送医急救。跟他们说就是不要太靠近啊，他们说没事没事的，是没有看到他们掉下去，是那个小朋友跑上来说他们被卷下去。在嘉湾海域有2名同学失足落水，那海巡艇到达现场之后，成功将1名漂浮的同学成功救援。警消嘛提醒，马华风台慢慢挖进台湾，气象局预测上近29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东部台湾海边已经有大海鹰，所有沿海鹰原来有3至4公尺高，海上真无稳定，提醒民众一定要多多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马华风台扫过关岛，造成百外的台湾的旅客掉伫当地袂当回来。目前马华已经检测做中度风台，咱可能伫咧明仔下晡会发布海上警报。有个北部、东部伫咧拜二嘛开始有风雨，真侪渔民甲农民拢赶紧的做准备。出来呢？房间的壁旁一直有水渗入来，民众赶紧摕囡仔来切水冻水。强风大水雨，互饭店内底淹水，一寡民众大包小包四界煞，敢来当勉强休困。这是马华风台24登陆美国关岛了后，当地饭店的情形。因为风雨真大，当地停电停水，也有100外台湾旅客踮伫遐。虽然马华风台也未到台湾，28早起天气也正好天烧热，不过台东沿海地区已经出现长影，有一寡所在影悬3至6米悬，搁达到大影的等级。不少渔民伫透早就赶紧倒来港口下渔货，固定船只。若是台东往回列岛的船班伫中昼停航前，船公司陆续疏散游客。原本是下午2点半，很像在坐那个云霄飞车。台东也各人环岛外围环流会带来强风大水雨，影响水果的采收，所以先做准备。比如人风台来哦，吹落人落了，完全拢无效，这完全拢无效。气象局预测，上紧会伫29下晡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我们预估整个海警可能发布的时间会比较落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了。在周2到周4的时候，它整个外围环流带比较偏北东北风的影响之下，于是整体来说，降雨几率最高，其实就在北台湾跟东半部地区。北侧那个太平洋高压的强度还是蛮强的，它有稍微略往西偏。它在我们东部外海海域附近的时间相对也会拉得比较长。马华风台伫下晡减弱做中度风台，虽然目前因为高压加风台外围的沉降气流影响，各地好天烧热。不过拜二了后，水汽会影响宜兰花莲加大台北这些所在，可能会落雨。若是是毋是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就要看风台路线才会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大卖场发现有对泰国进口的鸡卵生菇，卫生局对查去到桃园一间农产品的公司，现场阁查到200多盒生菇的泰国鸡卵，而且业者甚至阁把这生菇的卵壳卡掉，甲卵汁摕去卖，真无卫生，已经互卫生局罚15万块。台中市卫生局人员24到市区一间大型的卖场稽查，因为民众伫货架顶边发现几盒已经生菇的泰国进口的鸡卵。台中市卫生局赶紧要求这批鸡卵全数爱回收，因为这两品的上游厂商日军农产品公司位伫桃园市，也转通报桃园市卫生局。桃园市卫生局去查迄个时阵，发现该公司竟然把这生菇的鸡卵搁再制作摕出来卖。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没有主动通报卫生局，又将变质腐败之产品再制贩售，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及第15条的规定，卫生局将处以重罚15万元。日军农产品公司讲，5月12日对泰国进口冷藏的鸡卵总共903箱，因为气候温差的变化，造成这个鸡卵的品质无正常。对2日开始回收生菇的鸡卵，不过这个回收的鸡卵，伊阁别加工加这卵汁。桃园市卫生局讲，因为日军公司分不清楚本地的卵汁甲国产的卵汁，所以讲需要专注来回收。农委会讲，国产鸡卵产量有不足，也需要进口鸡卵来补充，已经要求相关的业者加强生产作业流程的管理，确保食品的安全。我们目前还是依照市场的一个供需的一个状况，那机动性的从国外的一个不同的来源输入鸡蛋，交由国内相关的洗选厂来洗选供应。那目前整个的一个这几个月的进口的数量，大概都是超过8000万粒以上。农委会特务处讲，专案进口的鸡卵来自国内国家，部分进口鸡卵的进入国内鸡卵的仓库，看市场供需来调整。等到国内鸡卵的产能恢复，就会以国产的鸡卵为主，会兼顾消费者甲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内湾线今仔早起有一个72岁阿公，唔知安怎样会去倒伫咧铁机路边啊，造成总共3班列车慢分，大约100个旅客受到影响。竹东分队受理派遣，疑似有民众倒卧于铁轨周围，因伤者倒卧处车辆难以到达，到达现场，伤者意识尚可回答问题。
疑似有骨折及外伤，与台铁人员协商后，搭乘内湾支线火车返回龙华火车站，再由我们竹东9号车送往就近适当责任医院。台铁表示，因为列车长远远就看到铁轨路有人，就赶紧甲列车打动，所以无去弄到这个阿公。嘛，因为这个地点救护车驶未到位，所以就归去派这台列车甲阿公载去车站，结果送去病院。目前警方嘛正在调查这个阿公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今仔透早4点外，伫咧垦丁国家公园有一个查甫人，那像是食酒佮骑奥多摆去弄到梅花鹿，结果这个人含鹿啊弄撞死亡。垦管处就表示，民众若是含梅花鹿相弄，是会当甲因清理赔。不过因为这个查甫人那像是有食酒，佮无牌咧骑奥多摆，恐惊是袂当甲因讨赔偿。救护车来到现场，甲梅花鹿相弄，这查甫人已经昏迷，紧急送医也是无救。这事故发生伫垦丁国家公园内底，20岁这骑车查甫人礼拜透早4点外，救人员要去垦丁街路上找朋友，骑伫个路弄到熊熊冲出来梅花鹿，大雨当时真少人车经过，事发7点钟才发现，结果这骑车查甫人甲梅花鹿拢不幸死亡。对骑士施以抽血检测，酒测值为0.57。有酒驾行为，初步判断为骑士未注意车前状况而酿成事故。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讲，国家公园内底若甲梅花鹿相弄，会使准备好相关资料，向垦管处申请公共意外责任险的理赔，每人身体伤亡上悬600万块，财务损失500万块。本处有提供公共意外责任险，请民众备齐相关事证，可交由本处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垦管处也伫当地靠梅花鹿出现的所在设立警示牌，也提醒民众伫暗时透早，较有梅花鹿出现，一定要减速，大大骑，慢慢开。不过这摆车祸骑车人敢若技术无证照，伊个啉酒骑车，因为酒测带超过标准，恐惊无度申请保险的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债务的问题，调也是一直拢超袂平。伫咧27暗时，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和总统拜登总算头一摆达成协议，会当提悬债务的限制2档。若准国会通过这摆的协议，就会当避免美国政府的债务违约。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27召开记者会，宣告美国债务的上限危机有暂时的初步协议。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the president. I talked to him twice today, and after weeks of negotiations, we have come to an agreement in principle. We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but I believe this is an agreement in principle that's worth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暂时国债达到31条400亿美金。当局伫26宣布，甲债务违约期限为6月7日延后到7月。过去美国总统拜登坚持，国会应该无条件提悬债务上限。指控共和党就全球经济问题要求大量减少政府的开销，而共和党是烦恼美国国债会继续增加。一直到这个月，双方展开协商，因为救善者这政策无同，一直无共识。暂时双方达成协议，如果会提悬债务上限2档。历经2档以来，爱山图包括要求领取政府补助的民众达成工作条件等等，部分不是军事的政府开支。It has historic reductions in spending, consequential reforms that will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into the workforce, rein in government overreach. There are no new taxes, no new government programs. 麦卡锡表示，会伫当地27暗时赶紧完成草案，而且甲白宫确认，第2礼拜一摆甲总统对话公布法案的内容，3日伫国会投票。拜登嘛伫社群网站推特面顶发文证实这个协议，讲协议代表互相让步，嘛代表毋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因想要得的，这就是一正当的责任。嘛敦促国会赶紧通过法案，避免发生债务违约。高雄新闻台是董炳耀。日本的自卫队27日进行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咧加强离岛的联合防卫。有学者就分析讲，日本这几冬对提防罗西亚的本岛保卫，转变做注重西南离岛的防线，这就是要来应对中国的威胁。战车进行火力射击，摧毁无语目标。日本陆上自卫队27伫前公关东富士演习场进行日本国内规模上大的实弹射击训练，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内容设电组防卫离岛，除了提升陆上战斗能力，无人机嘛加入作战。UAV 中域を通称スキャンイーグルが広場に侵入してきました。邵友英无人机为空中收集情报，实时飞团画面，协助分析战场的状况。H1S 目镜蛇攻击直升机是用20mm 机炮摧毁地面的目标。
这个演习，那海上甲航空自卫队有参加，互人叫做日本版海军陆战队的水陆机动团完后加入，进行跨军种联合作战，拢总消磨差不多57吨的弹药，相当是2.4亿新台币。学者分析，日本最近对俄罗斯的本岛防卫渐渐转变做西南各岛的离岛保卫，伊的目标就是要防止强军。这次他的演习的目的就是对于离岛防卫，那其实他重心放在西南诸岛的话，那本身就已经是把目标放在对中国的航空军的威胁所做的回应了。学者表示，日本自卫队当地规划用无人机代替大部分有人直升机，而且为了配合美方防止中国，也针对12式反舰飞弹加长射程，目标达到1500公里，希望会当防止强舰进入西太平洋。不过国防部公布27至28、24点钟内，拢总有查到强机8台、强舰11只，伫台海周边活动，强军对台持续施加军事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大邀请3党的总统参选人去和学生对话，民众党的郭文哲就强调，爱先和各大政党和解，才会当和两岸和平。民进党的赖清德是讲到，投资少年人就是咧投资国家的未来，两个人是拢正积极在求少年辈选票。那国民党的侯友宜今仔日是去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争取党内支持，所以就无去参加。亚太青年协会台湾大学政治学会举办校园总统马拉松，邀请3党总统参选人甲青年对谈。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确定出席，不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因为有既定行程无法度出席，所以特别录一段影片回息咧。要甲大哥讲一声歹势，因为先前我已经排定出席一场南部的活动，所以即马用影片的方式，先跟大家见一个面。我一定会再找到时间，今天来跟各位同学面对面。侯友宜拜六落南去高雄，透早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进行早餐会。王金平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看侯友宜有啥物需要，拢会提供参考。侯友宜表示，这届选举将严到，感谢王金平的斗3工，嘛谈论到2项议题。郭文哲指出，台湾自主是底线，强调国家治理，要求台湾社会和谐，爱先做到政党和解，才有机会2岸和平。赖清德强调，古今中外少年人的理想就是国家前进的动力，台湾嘛同款。马英九去访中，蔡英文去访美，是证明我们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所以联合政府团结台湾的人我们希望国内的社会和谐的也要先做到政党和解。年轻人对民进党批判的力道，也是民进党检讨改进进步的动力了。投资年轻人，等于是投资台湾的未来。赖清德、郭文哲前进校园抢攻青年票，侯友宜是持续寻求党内团结支持，拿力被总统参选人积极备战2024的总统大选。记者综合报道。选罢法修法规定，有犯乌金庆毒的人袂当参选。民众党的郭文哲就批评讲，这是无爱互人改过自新的机会，甚至佮讲规气犯小罪就隆重甲庆决。那原底互国民党提名要选分林立委的林文水，嘛因为这败乌条款袂当参选。分林县长张立先就表示，6月底进前，因会决定要换什么人。选罢法修法经历败乌条款，伫立法院三读通过，却是引发争议。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立被表示，无赞成这款选罢法的修法，更加批评规气犯小罪全部拢拍死。他只要犯过这种罪，你就把他从此他让在这个社会隔绝。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社会还需要设更生人协会吗？干脆只要犯一个小罪，全部把他枪毙就好了。作家可能是伫面册写文章讲，修选罢法就是骗选票，也列出6点的分析，强调某一寡情况就被禁止参选，违背鼓励更新人自新的精神。另外，司法也未定案就被禁止参选，将来若是判无罪，要安怎呢？不但影响更生人，更对于法官已经宣判免刑以及缓刑的相关人等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些意见我们也都在委员会里面都有讨论过了。那到最后是民进党一致投票嘛，那这个不就是集体承担，然后来接受社会的检验了。另外，本地的国民党提名参选，云林区迄立委的林文水面临无法度参选。云林县长张立先讲，6月底前会确定接替人选。
我们也尽速的在针对这个海区立委能够推出更好的人选也现在在这征询了另外，屏东现任无党籍立委苏振清也受到影响，我都竞选连任。排污条款抛乱部分立委参选的计划，地方选战的布局会出现什么款的变化，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基隆的海大附中逼出毕业纪念册，方面印着中国5000字的争议。何况是赶紧出来会实的，讲是厂商找图做方面的时阵失角擦，因嘛赶紧把纪念册全部回收定做，要赶伫咧毕业典礼进前发予学生。伫要进入毕业季，一寡学校拢会替学生囡仔制作毕业纪念册，要留青春的回忆。结果，基隆国立海大附中的毕业纪念册出来了后，学生囡仔发现画面有淡薄仔奇怪。它上面就是有5星旗，然后还有一个星星，类似中国的徽章吧。我们然后就觉得太夸张了吧？我们在台湾读书，又不是在中国读书，花1000块买那个，然后你出这个锤，不是很应该啊？是蛮扯的啊，因为在我们台湾的地方居然出现中国国旗，不可原谅是还好，但是就是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毕业纪念册方面，雄雄看似汉有主题，正符合学校的风格。啊，不过船顶挂5000旗，中原马底有5000幅绘画啊。不少学生是这个，哪会出现这种错误？而且6月7日都要办毕业典礼，烦恼无法度即时摕到这本青春的回忆。呈现给学生看的一些图像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发现了当天，其实我们就请学生收回来，马上来学校召开后面的一些补救的措施。很抱歉呐，确实就是学校在督导这个区块，确实就是有一些不周的地方。学校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差不多300人，各位毕业纪念册的人有250个左右。学校发现都有问题，随回收搁回失的。学校的毕业纪念册那放校徽会比较妥适一点。学校方面说明讲，厂商设计方面直接为图库掠素材，无特别注意到这个细节。后续会对相关人员的审查疏失进行处分，也会拍拼赶伫毕业典礼进前，把新的毕业纪念册印好，发予毕业生留念。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经新党发起游行，要求要推动全国大减刑。而顶摆大减刑已经是2007年前总统陈水扁所实施的。不过学者就认为讲，唔通向公来推动减刑，那无是会对规个社会造成冲击。行上街路大喊诉求，不少支持者拢来到现场来支持。辖区的警察出动，伫沿路驻点严密来监控，派出60名警力，避免发生代志。经新党2月发起游行，要来推动全国全面大减刑。更生人呢，很多人他回到社会之后呢，没有办法融入社会。我们今天救一个更生人，等于帮社会少了一个祸害，这比你去拜妈祖钻脚底更有功德。长长的队伍慢慢向前行，经行动估计超过300人到现场，周围路段进行人车管制。会发起游行，就是要让受刑人尽早重新得到自由，赶紧进入社会，让回归社会无困难。主张依照罪行的轻重，分别减去刑度的1/2甲1/3，不过也设下特别的条件，包含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12岁以下的囡仔、杀警察，也有杀害2个人以上，4种类型的杀人犯是袂使减刑。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还有人民人心的一个相对的这样一个创伤感，跟对于社会正义的凸显的这种信赖感，可能都会有一些的损伤。我觉得一个民主法治的成熟社会不应该太冒进。其实，过去就有几摆全国大减刑，最近的一摆是伫2007年前总统陈水扁任内，20多年无过再执行。有学者认为讲，这摆无应该伤冒进。尤其连重罪也删减，一定会冲击社会，更加伤害司法正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出名的南管凤鸣社停困72天，今仔日正式恢复运作。目前社员有老中青3代，拢总20个人，因也去采街去附近的宫庙祭拜，庆祝重新起歌。一日人伫庙埕演奏乐器、唱歌头，这是南管音乐团凤鸣社，嘛是以早大庆街元和宫4大献社之一。因为旧团长去世，停72天，连太平歌嘛失去。为着要复社，王国清四界走总，加在各界斗3天，社团甲定起歌。清朝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用歌
连去遮个咱唱的歌，太平歌是安尼来的。整理内底的歌词，甲内底的歌谱试看卖来看，敢会当甲内底的歌，搁再厝来加即个内底的音，内底的即个笑曲看温这物件，搁加这搁找倒转来。去年8月应招大家甲顶爱南馆搁找倒转来，其中洪明社社员尚玉芳提供上万新纪念馆来互因免费伫遮排练，社员拢有20个，对老一辈甲少年拢有，望甲这文化代代相传。那伊迄声就大声，按个会互我感觉那像就平静的迄种感觉安尼。伫咱即摆时代，这乃是一个流行的代志咧，是一个足特别的代志，所以拢当然是要全力来支持。活动对上万新纪念馆出发，沿路采街去附近庙宇来敬神。元和宫主委讲，这个活动真有文化性。吸引到更较侪人，唔是传统顶头界咯，是安那整个文化界，甚至规个社区的共同的这个反应。社长讲，后摆的不定期沿路采街唱曲，互府城的人来欣赏，真正做到台湾文艺复兴。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23度到34度，东部地区24度到32度。外岛地区是23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阮的名叫做来济，会叫来济是因为讲就是。